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你好，我是郭家，欢迎收看1月28号的中嘉台南电影新闻。台人这台60档的美术馆将于27号开幕试营运，包括总统蔡英文、前行政院长赖清德、加市长黄伟哲等贵宾拢到场见证。市府表示，对现在到5月中旬拢是免费参观。现在做伙来看卖开幕动工的盛况。台南美术馆是21世纪首造，同时嘛是全台湾占地面积上大的美术馆。南美馆的碎形屋顶就亲像一蕊红红花，美术馆本身嘛是依照一个一个展厅贴起来，就亲像积木同款。总共18个展厅嘛是全台湾美术馆上济的，同时嘛是全台湾唯一一个有科学研究甲修复画作的美术馆。这座台南人期待60年的美术馆，嘛伫27号盛大来开幕。现场来了9000人共同参与，总统蔡英文、前行政院长赖清德嘛拢到场祝贺。蔡英文表示，过去大家来台南市拢是食美食，现在来台南不只爱食美食，嘛爱到美术馆来参观。未来南美馆要凝聚更大的能量，推广艺术教育，培育艺术人才，开创台湾艺术产业的新发展，这就是南美馆的任务。那么今天的开馆是台湾艺文发展非常重要的历史时刻，我要代表国家感谢从倡议、规划、兴建一直到展出所有参与的好朋友。以前来台南一定要吃美食，现在来台南要吃美食，更要到南美馆。我们一起让更多人认识台南的美好，认识台湾文化的力量。我们继续加油。南美馆由着前市长赖清德开始兴建。到现在，市长黄伟哲完成，嘛，互民众看到市政就是一棒接一棒。赖清德致辞的时阵嘛强调，南美馆的建设并无追加经费，同时伫兴建的年内嘛行了200多亿的债务。非常高兴，台南市美术馆终于大功告成。我们共同完成了从郭伯川教授开始60年来台南市市民的共同心愿，而且这个美术馆的兴建没有追加预算，也工程也没有延期，包括1馆跟2馆，总共才18多亿元。我要跟市民报告，我们没有去借钱，我们8年的任期还替台南市还了200多亿元的债务。美术馆完成了，接下来就要好好的营运。绝对不能让陈董事长漏气，所以一定要找一个时间来跟陈董事长吃一碗泡面，这一杯也可以。要把陈董事长的经营的理念，以及将来这座可以说是花费最少，才只有18亿 ，CP 值最高，相比于花100亿、数十亿的一个国家艺术品。公共建筑毫不逊色的一个台南美术馆，要把它经营到最好。现在馆内展出的展览台湾2展，馆方特别邀请156位1920年后出生、工作、设籍伫台南的艺术家，提供100有代表性的作品参展，为台南市美术馆庆祝。期待透过这件展览，互更较侪人注意到这个艺术家对台湾美术发展的付出。目前试营运期间只开放1楼甲2楼总共8个展厅。现在到5月中，美术馆拢是免费参观的。市民朋友嘛，千万莫错过这个21世纪上有特色的美术馆。台南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为提供偏远地区居民同款优质的交通服务，交通局上午举办小黄公车上线服务仪式。市长黄伟哲亲自到场表示，伫偏乡用客停车来代替公车是多赢的政策。市府一定会积极推动，持续推出新的路线来服务更较侪市民。市有交通局上午选择伫北河转运站正式推出小黄公车服务，除了立委叶宜丁、议员蔡友辉、李宗翰、新加风电贵宾拢到场见证，马khiến在地侪乡亲到场关心，对着用客运车来代替公车运输表达高度兴趣，纷纷表示哪会遐尼好康。
开始启动5位铁的专工来宣传小黄公车，要伫白河、玉井优先试办5条路线好消息，希望照顾偏乡民众交通的权益，未来看需求搁再扩大服务。小黄公车的设计的重要的一点是在于服务偏乡的这个用意。第一，我们现在偏乡的原有的公车路线，第一个偏乡常常道路狭窄。大公车上去常常会碰到比较危险的路况，而且载客率偏低，那造成这个营运困难。那第二个，我们改用小黄公车的用意在于，第一个，小黄公车比较省时、比较省油、比较省钱，而且它的机动性又高啊。然后它坦白讲也让这个小黄的业者他多了一个比较好的收入，所以这是多赢的，市府经费节省。业者他可以增加收入，民众得到方便。对此，甲交通局合作的台一大车队表示，因就是针对现有公车所行路线来服务，提醒有需要民众一定要记得前一天提早预约，安尼就当保证一定坐到车，而且2个人就开车。我们目前就是黄15跟黄14之一这2条路线，其实它原来就是由公车在跑，那我们现在就是以小黄公车为主。那我们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在于我们有预约的服务，前一天的5点帮我们预约，只要2个人以上，我们就可以在站牌的附近1公里以内去接客人上车。交通局表示，小黄公车除了收费比较公车摕市民卡订电子票证，同款享有基本里程26块免费，欢迎市民多多利用。小黄公车真可买通。电视新闻军及林根采访报道。这摆新加市府小黄公车的台一大车队背后的经营者正是3姊妹啊。因除了运用各自的专长，组成车队来推动台湾的包车旅游服务，企图替客运车转型。更难得是因放弃原本稳定高薪水的头路，做回转来故乡打拼的心。在小黄公车上路的记者会中，这位74年岁的车队总经理优雅气质吸引众人眼光。更难得是其他介同款装扮的，则是因2个小妹。3个拥有高学历加好头路的姊妹啊，为了经营厝内客运车的事业，常常放弃高薪，回故乡要做伙打拼。目前除了成立大车队、租车公司加旅行社3合1，而且佮爱亲自支援载客服务，专业的包车旅游等等，相当的难能可贵。大姊虽然悄悄讲已经用尽因所欠的钱来创业，不过当看见因的决心，就是为了实现回乡的梦想。因为我们一直都心里都很想要回到台南这个故乡，然后再加上我之前在做工程师，然后常常都没办法在正常的时间吃饭，对，都觉得这样子长期下来，长久之下我的身体会坏掉，这样，所以就想要回来，然后一起做大家一起做创业的服务业的事情。其实主要我之前在台北做也是国贸相关的海运业，然后回来就想要说要把台南做得更国际化一点。然后就是让交通的部分更便捷这样子。那像这次很荣幸可以标到这个小黄公车的部分的话，也是我们一直很想做的事情，就是为偏乡的长辈们做一些服务这样子。一开始就很迷惘啊，但是看到姐姐就是为了公司这样子打拼，就会很想要一起加入他们，然后让就是台南的交通再更方便、再更便利这样。3个姊妹啊，继承父亲经营客运车行以后，将国外包车服务的专业趋势引进国内，并且发挥创意，打破一般人对客运车行印象，对希望成功转型。目前客行的司机100多个，而且素质量真好，甚至通过英语加日语的检定，要用多元的车款来拼包车1条龙的商机。因为公车它相对之下比计程车还要大台许多，很多偏向的地方其实是需要就是车辆小一点的地方才有办法去的。那再加上我们这次小黄公车它的预约的模式，它是可以在公车站牌1公里的附近去接，所以有一些眼睛不好的或者是他们行动不方便的，我们就可以到他的家门口。如果他在站牌的附近，我们就可以到他的家门口去接他，这相对来说是非常便利的服务。原本厝内拍算要收掉的车行，现在3个姊妹啊愿意接手。父母虽然拢真甘心，不过嘛烦恼因的安危。新的一档地基求人客稳定回流，业绩明显成长。台一大车队赞！
台南新闻顾问及林根采访报道。应用3月16号，台南将举行第2选区的立委补选。国民党台南市党部28号对外小改因的发言人团队，希望3位在地化的少年组合，会当伫选战过程替候选人加分。国民党台南市党部主委，嘛是国民党征召参与第2选区立委补选的谢龙介，28号上午，甲这位党籍议员做伙召开记者会，同时因应立委补选，将由3位少年人组成发言人团队。这3年来，农渔产品的销量直线的下降，造成他们血本无归，果见伤农。那今天养石斑也不是，明天养虱目鱼也不是，水底米无一位烧啊！所以呢，农民跟渔民的苦，我们感受到了。因此，我们组织了一个新的发言人的团队，我们就是要来帮农民、渔民跟劳工来代言，我们要讲出他们的心声。担任国民党团发言人的3位少年人，分别是34岁黄淑珍、27岁欧雨婷、甲31岁王尔豪。这两届嘛，学了这3位拢是外在好，内在一位少年化组合。在现在这个新的民主社会，我们也是希望说，就是政治不要再总是放在嘴边这样讲。我觉得我们大家应该是。这会来变金子勾巴豆，我们玉井有芒果，我们麻豆有文旦，我们台南有许许多多的特色。我们希望可以借这一次，让我们年轻人，我们有脚力，我们有体力，我们可以来行销台南。我们这个年轻的发言人团队，我们要下乡穿我们的草鞋，跟我们农民站在一起，让我们谢主委顺利来当选，来替我们第2选区所有农民来发声。对着3月16号的立委补选，国民党虽然认为是艰难的任务，但对着现在寒流正旺，伊希望借这款力量，加上中央执政不力以及地方办务税等议题，来替补选提升声势。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这摆选市长4日的前政务委员高书博26号上午伫眼眶成立服务处，伊表示，这个服务处兼有立委、甲议员等民意代表的服务功能，同时嘛已经试调伫台北的架设，转来南台科技大学等现役以后，亲近台南的企图心。伫这届市长的选战结束后，高书博就辞掉北部架设的工作，决定要来亲近台南。对此，伊嘛选伫永康区成立伊的服务处。26号正式开幕，现场除了请民众食糯米以外，嘛邀请书法家辉和，也阁有送伊甲朱立伦联名的春联。市议员林彦竹、李正国嘛到场相听。高书博表示，选战后伊感受到民众对伊的期待，所以决定要蹲点台南，定经地方，持续为乡亲来服务。为什么要成立这样的一个服务处为大家服务哈？因为大家知道说选举哦，参选啊，当选当然是为大家好好做事啦，有公职嘛哈。但是我这一次的感觉是我虽然我没有当选哦，但是我觉得乡亲有给我一个使命啊，希望说我能够在台南这个地方哦，继续的在这里为大家提供服务，然后也等于是让大家观察我、考核我。那我觉得我有这样的一个体会，所以我希望说，我在这里哦，能够为大家提供我所有能够做的这些事情。另外。也让大家可以更真实的认识我这个人。高书博强调，现在伊已经对北部搬到台南，后一个学期嘛将会伫南台科技大学架设，会长期蹲点。现在伊的目标是帮助朱立伦选到总统，甲服务民众。4年后，阁重新再来。台南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先新闻节马上登来新闻现场。你总以为你和男生一样，他工作，你也上班。你洗衣服，他换灯泡；他教孩子数学，你教注音。但有一件事不一样：50岁以上更年期妇女罹患心血管疾病症状和男性不同。若出现恶心、手麻、呼吸不顺、背痛等症状，请尽速就医检查。国民健康署关心您。欢迎您和我一起来收看
必读 book， 台南爱读册。专业主持基金会每一档伫岁末拢会举办嘉年华，是单位来替弱势团体筹募资金。今年因27号伫小北夜市丁场活动当中，基金会董事长李明伟更大手笔捐赠一台富康巴士。专业慈善基金会对96年开始举办岁末嘉年华活动，到现在嘛迈入第12年。今年伫27号上午，小北个夜市仔的场地盛大丁场，即届总共推出60个单位，以及舞台顶济丰富的表演。除了有好食的美食甲买物件做爱心以外，现场嘛有安排免费的热铃、拍卡送好礼，就亲像玩游会同款。活动当中，准业慈善基金会董事长李明伟嘛用着爸母的名义，捐赠一台富康巴士，予高雄荣总的台南婚宴，纪念着新公益的爸母。我母亲是青年往生的所以她有交代我们一定要做一些好的事情，所以我们就跟我们家里的人讨论了很久，我们决定说捐赠一部车子给农民总医台南分院。那最后我们决定了，院长也希望我们这一部富康巴士，所以我们最后讨论结果是捐这一部富康巴士。我相信这个富康巴士在农民台南分院跑来跑去路上，打上我爸妈的名字，也是一件很好的一件事情。是的，所以我们要谢谢，也要谢谢院长肯接受这部车子，谢谢。是。这届伫南山武隆社区的号召之下，第一届结合复古车友，展示了一侪复古的车款。主办单位希望透过安尼的活动，让社会大众更加熟悉这个非营利组织。同时嘛，希望大家会使多多关心这个社会弱势。但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今年是一个伙仔团圆围炉的好日子，不过为了让一群无法度团圆的弱势儿童同款感受新年气氛，富城同济会27号特别设开20桌，招待80个家庭，相当温馨。在小朋友热情的表演之下，也为活动揭开序幕。这场热烈温馨的围炉，是由着台南市府城同济会为了让施庆娥福利基金会小朋友会使感受到过年的气氛，特别举办的。这届伫月酒店是开20桌，邀请82个家庭。会中嘛安排抽奖活动，由着府城同济会会兄赞助奖品甲红包。虽然今年无人人有奖，但是会长郑时耀嘛承诺，每年的努力达到人人有奖。我们的孩子其实，在他们爸爸妈妈过世之后，其实是很少能够有这样的机会，在过年大家一起吃饭的。那今天我们聚集了80多个家庭，大家一起在这里，一起来欢度我们的年终的大围炉。那大家都心里都感觉到非常的欣慰跟感动。那也谢谢府城同济会的大家爱心人士还有会兄们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大家一起过个好年。今天刚好是岁末年终我们府城同济会办一个那个同济有爱府城陪你的活动，围炉活动。那希望就是照顾这些失亲儿，让他们不至于想说天寒地冻的天气找不到人可以靠着依偎着。所以我希望说，我发挥一些那个社会的爱心，让他们感觉这个社会处处有温暖。除了温馨的围炉以外，同济会嘛将要伫4月20号举办大型的户外活动，会使予失亲儿的家庭做伙到大自然当中做亲子的活动，同时嘛送每一个囡仔一个卡棒，互因伫出去佚佗的时阵会使使用，嘛互所有的小朋友都非常欢喜。但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
通常过年期间拢会想要帮助弱势民众，不过议员刘维英则是上地感谢警察局的警卫犬，所以特别结下宠物的厂商捐赠66包，每一包15公斤重的食品，互因伫过年期间买当加菜过好年。台南市议员吕维英甲古水的金贝狗来互动，奖励因平常时做工课辛劳。这3只金贝狗分别叫做花花、大头甲臭宝。同时，议员吕维英也带来一份大礼，就是66包的宠物食品，要互因过年加菜。年关将近哦，那我想这个功能犬其实在我们的这个警察里面呢，在我们的基层的同仁里面也相当的受欢迎。那他们平常也相当的辛劳，那所以今天很高兴，也很这个特别哦。这个我们的李秀珀李董事跟我们的陈俊宏陈理事长响应维英的号召，那特别捐赠了这些狗粮啦吼，他们捐赠总共因为有33只，所以总共捐赠了66包啦吼，因为每一包都重达15公斤，会当吃1个月啦吼，所以会当讲加菜吼，报告分局长吼，甲加菜啦吼，甲加菜每一只拢加菜2个月，好啊，另外还有送一个这个那个狗碗吼，新的狗碗，好啊，让他们吼可以来这个开心的来度过这个好年。这33只狗啊，其实跟我们也都是弟兄了哈。我们4分局有3只，一只是臭宝，一只大头，一只花花。那他们呢也跟我们融入了哈。那刚刚李议员也有讲哦，这个本来是要扑杀的流浪犬，那变成我们驻地的协助我们警力的警卫犬。那另外，它也是我们的好朋友，狗就是我们最忠心的好朋友。就像我，它也知道我是分局长，我来了以后，它那个尾巴一咬啊，整个就非常有疗愈啊。你如果心情不好，你就到派出所去啊，喂喂这几个警卫犬，它平常帮我们驻地安全，然后它又可以安慰我们。金贝犬除了平常时协助警察巡逻以外，嘛24点钟进驻伫咧派出所。今年过年因真幸运会当加菜，台南市议员刘维英默默的爱心，相信因拢感受会到。台南新闻王子豪采访报道。为了安定甲安南区交界九龙3000灯，因为当祈求事业顺利，所以累积未少的信徒。今年因伫26号举办一年一度的祭天仪式，其中有委托嘛亲自参与来共同祈福。位伫安定区主要供向3000道祖的九龙3000灯，每年过年之前拢会举办祭天仪式，因为会使祈求事业顺利，所以每一年拢会来侪信徒来共同参与。今年的仪式嘛，伫26号上午圣诞来开始，市长王伟霆嘛亲自参与，祈求国泰民安，来年顺利。来参加九龙3000灯祭天大科仪吼，即个科仪甲活动的祭拜。我想心内感觉真荣幸，嘛感觉真欢喜。尤其这个科仪是非常无简单，对着咱的这个神佛的尊敬，对着咱的道祖的尊敬，我想嘛祈求道祖会当保庇咱台南市，咱的会当风调雨顺，咱的百姓、咱的市民，大家当平平安安顺遂，台湾嘛会当国泰民安。我想。嘛祈求咱的所有的列位众神会当保庇大家平安顺遂，新年快乐。祭天仪式的重头戏就是由着电子向信徒亚金角仔加象征好运气的珠宝、饰品等等。为了延续一年的好运气，信众拢会希望摕愈侪愈好，所以嘛会使看到侪信众拢非常认真咧唱。咱尊天敬地就对，每年仪式上行前3天，来甲除旧布新就对啦，来开通咱这个年运就对啦。咱明年这个乙亥年嘛无介好啦，但是咱遮是安怎要互大家有上杯，就是咱遮袂当歹，有人好就有人歹有人歹就有人好。咱道祖遮就对啊，这资源拢是非常的好，搁歹上天运来互咱啦咱用心做人，认真做事就对啦，尊天敬地必须爱啦咱即厝的这谢天因敬天地，拢拜这青菜水果五谷就对啦，就是要互咱生生不息，金牛春明年发运就对啦。会中店主陈宝春嘛跋杯测国运，表示明年的大环境无好，
所以民众要有尊天敬地之心，用正能量让好事发生。但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接下来关心详细天气变化。现在是这分有时好天天气，温度20度到25度，热热雨，海面平均风力5级到6级，上大阵风8级。感谢收看1月28日中港台湾电视新闻，咱再会。